晚唐碧霞，咁喺馬年咧，祝各位朋友啦，龍馬精神啊，馬到平安啦。接住落嚟啦，就會同大家分享我哋4個生肖嘅運程啊，分別咧咁就係屬龍啦、屬蛇啦、屬豬啦同埋屬猴啊。如果想知道點樣去提升運勢咧，咁就記得留意啦。屬龍嘅朋友啦，嚟到新一年啦，咁你今年咧就同太歲無衝無合啊，咁所以整體嚟講咧，亦都相當地唔錯啊。同時今年亦都係多勞多得嘅一年啊，咁所以我哋啦一定要好地把握機會，俾啲心機工作啊。另外啦，吉星方面咧，亦都比較有用啲嘅喎。點解啊？因為今年咧就見到有8象吉星，8象吉星咧咁就代表住得八方來財、八方貴人嘅意思啊。咁所以咧，對於屬龍嘅朋友嚟講咧，亦都相當地唔錯啊。同時亦都見到有天界吉星啦，天界吉星啦，咁就代表住啦上天替你解決困難嘅意思。不過呢粒星咧亦都比較特別嘅，因為咧就係一個叫先難後易嘅情況啊。當你遇到難題咧，就自然有貴人幫你出面解決啦。不過咧，空星方面咧亦都比較多啊。第一時間啦，就係見到有寡宿星啊。寡宿星正所謂啦，男忌孤神，女忌寡宿啊。咁亦都代表住啦，成日都會覺得咧，可能身邊嘅人啊，特別係伴侶啊，唔係太過了解自己啦，會覺得比較空虛啦、寂寞咯。屬龍嘅朋友不妨咧，將你嘅諗法咧主動講出嚟啦。咁你哋相關嘅關係咧，就自然越嚟越好噶啦。另外，亦都見到有浮沉空星啊，浮沉空星咁就係一粒咧欺山木欺水嘅星嚟嘅。咁就新一年咧，記得啦，就要遠離一啲嘅海邊啦，或者岸邊啦，甚至乎一啲嘅滑水啊、潛水啊呢一啲嘅行為動作咧，就千祈唔好做啊！如果唔係嘅話，亦都幾麻煩噶啦。除此以外，血印啦同埋天狗咧，亦都係對家宅麻麻地嘅意思啊。建議你哋平時咧就多啲做善事啊，因為行善積德，別有所得啊。假設你想加強運勢嘅話咧，亦都可以佩戴啲鑽石方面嘅飾物啊。屬蛇嘅朋友恭喜晒你啊，因為終於都脫離咗上年犯太歲嘅年份啦。嚟到新一年啊，整體嘅運程嚟講咧，亦都係穩定啦，和合咗唔少啊。咁所以咧，一定要好地把握機會啊。而今年咧，亦都係你哋嘅思想發展年啊。咁就代表住啦，特別有利升職啦、讀書啦、考試啦呢一啲咧，亦都相當地唔錯啊。假設已經做緊嘢嘅朋友咧，亦都建議你哋啦，可以報讀一啲同你工作相關嘅課程啊、研討會啊或者講座啊，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咧多啲知識咧，咁將來咧就自然有機會啦，可以學以致用噶啦。吉星方面咁就見到有6分吉星，6分吉星啦，咁就代表住朝廷俸祿升職加人工嘅意思啊。咁呢個吉星咧，對於打工一族嚟講咧，就非常地唔錯啊。咁佢代表住啦，做事方面好似如虎添翼一樣啊。亦都建議你哋啦，如果有啲咩諗法咧，亦都不妨咧透過開會嘅期間咧提出啊，睇下會唔會咧可以得到你嘅上司啦或者老闆嘅提攜啊，從而令到你哋嘅運勢啦，特別係工作運越嚟越好嘅意思啊。空星方面啊，咁我哋咧就見到有亡神空星，亡神空星咁就代表住個人啊容易帶頭蝦，唔記得咗嘢嘅意思啊。咁所以屬蛇嘅朋友啦，假設啦你出門嘅時候咧，咁就要睇清睇楚啦，你哋嘅銀包啊、電話啊、鎖匙啊，到底有冇更新啊？另外啦，亦都見到有病符空星啊，病符空星啦，亦都代表住啦新一年咧好容易咧有啲小病小恙嘅，咁所以凡事咧亦都要特別注意小心啊。假設你話想催旺運勢嘅話咧，亦都不妨啦，可以用一啲屬水嘅飾物啦，例如珍珠啦，或者一啲嘅藍色物品咧，亦都有助加強你運勢嘅喎。屬豬嘅朋友啦，嚟到馬年啊，咁相信你嘅運程嚟講咧，亦都穩定咗唔少啊。咁今年咧，亦都係你哋嘅工作升遷年啦，咁亦都意味住啦，新一年咧就好容易升職加人工嘅意思啊。同時啦，吉星方面咁就係見到一個月的貴人星啦，同埋天月貴人星啊。咁呢兩粒星咧，亦都係代表住啦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嘅意思啊。當你遇到任何難題咧，亦都會有貴人出現幫你解決啊。咁所以整體嘅運勢嚟講咧，亦都係比過去嘅一年咧就進步咗唔少啊。不過空星方面咧，依然咧就要特別小心啊。第一時間咧，咁就見到個劫煞啦，同埋死符空星啊。呢兩粒空星咧，亦都代表住啦新一年你哋嘅人緣啦，或者係家宅運啦，甚至乎健康運咧，亦都係麻麻地嘅意思啊。咁所以凡事咧就真係要特別注意一下。咁喺度亦都建議啦，屬豬嘅朋友咧，平時咧亦都可以每逢啦初一啦或者15啦，亦都可以互數嘅，咁就可以增加咧自身嘅福報啊。同時之間啊，亦都見到有小號空星啊，小號空星咧就代表住一粒咧小嘅破財星啊，咁所以咧我哋屬數方面咧成日都教大家最緊要破啲歡喜財啊，而今年咧你哋嘅開運物品咧咁就紅色物品啦，咁所以都建議啦屬豬嘅朋友咧平時咧亦都可以主動購買多啲紅色物品啦，亦都係增強到你運勢嘅喎。屬猴嘅朋友啦，嚟到新一年啊，咁你今年咧亦都係個貴人運旺盛嘅年份嚟嘅，咁所以屬猴嘅朋友咧一定要好地把握啊。同時今年亦都見到有驛馬星，驛馬星我哋最緊要四動中生財嘅意思啊，走動咧越多，你啲運勢咧咁就越好啊。咁所以都建議啦，屬猴嘅朋友咧一定要好地自製出門嘅機會啊，例如主動出差啦，或者去下旅行啦，
甚至乎咧任職一啲外資機構咧，亦都可以令到你整體嘅運勢咧有所提升㗎。同時啦，亦都見到有文昌吉星高照啊！文昌吉星亦都係特別有利一啲嘅名氣啦、升職啦、加人工啦，甚至乎咧，假設你係從事文職工作嘅話咧，咁亦都係特別有利啊！喺度亦都建議啦，屬猴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報讀一啲啦同你工作相關嘅課程啦，例如咧考取相關嘅牌照啊，自然令到你工作咧就會越嚟越好啦。不過空星方面咧，咁就見到有孤神星嘅，咁正所謂啦，男忌孤神，女忌寡宿啊。孤神星比較重嘅年份咧，亦都會覺得啦，成日咧都同身邊嘅人咧格格不入啊。特別咧係同伴侶之間嘅相處咧就唔係好開心啦，唔係好愉快啊！有啲乜嘢咧，成日咧都放喺心入面㗎。見你哋啦，我哋不如開心見誠同你伴侶分享一下你嘅諗法啦，自然咧可以令到兩公婆啦或者情侶之間嘅關係咧越嚟越密切㗎啦。同時之間啊，今年亦都見到有喪門空星啊，喪門星就係一粒咧對於家宅運特別不利嘅星嚟嘅。咁所以屬猴嘅朋友咧，咁亦都要特別注意小心啊！假設想加強運勢嘅話咧，亦都不妨咧去用嗰啲黃色物品啦，例如黃色嘅 cushion 啦、黃色嘅地氈啊，都係增強咗你整體嘅運勢嘅喎。最後祝各位笑口常開，一帆風順，恭喜恭喜！